第88集，韓靜怡嘅靈魂已經飄咗出嚟，浮喺出面，好冷漠咁啤實佢哋。體外循環機、吸引器、固定器，好凌亂咁放喺手術床邊，冷漠如冰水。而嗰個男人，亦都就係所謂嘅劉院長為首嘅6人手術團。而家正幫阿韓靜怡做心臟搭橋手術，4名專家兵分兩路，一邊係負責從佢嘅大髀度抽取搭橋血管材料，另外一邊係開胸施行不停跳嘅微創搭橋。嗰個劉院長向佢嘅屬下傳達手術嘅命令，按常規分2路行動，范微賢帶楊明健同埋趙月平從腳部抽取搭橋血管，我帶黃選林、張如南喺另一路負責開胸施行不停跳微創搭橋。注意細緻耐心，唔可以出錯。係啊，劉院院長。在場嘅人呢，異口同聲咁話。手術進行當中，范微賢舉起一把好鋒利嘅手術刀，切開咗韓靜怡嘅皮膚。喺楊建明嘅配合底下，跟住切取咗韓靜怡大髀嘅靜脈。劉院長對準佢嘅胸前區正中間下部，鋸開佢嘅胸骨，實施開胸術，手術抽取乳內嘅動脈。韓靜怡嘅身體喺即時間已經支離破碎，主動脈插入咗一條動脈灌注管，右心房插入咗靜脈引流管，基本已經建立咗體外循環。其中一班人，佢哋大汗淋淋咁開始吻合佢嘅大隱靜脈橋嘅遠端度頓完支右冠狀動脈，而另外一邊開始吻合佢嘅左側乳內動脈遠端到前降支動脈。喺手術進行到第4個鐘頭嘅時候，韓靜怡喺深麻醉嘅狀態底下，忽然之間身體借助某一種外力嘅作用，長長咁嘆咗一啖氣，嗰啖氣就咁吸咗入嚟，又吞翻出去。劉院長望實韓靜怡成個人打咗個突，個心離咗兩離。跟住佢望咗在場嘅每一個人，條件反射咁停晒所有動作。此時此刻，佢哋幾個人你望住我，我望住你，粒聲都唔出。如果話一個全身麻醉晒嘅人仲嗌做生勾勾嘅話，或者仲有部分感覺嘅話，咁韓靜怡已經隱隱約約感覺到呢一刻劉院長個囉囉攣同埋好緊張，呢啲表情不經意咁已經流過佢嘅眉尖啦。喺手術室出面，小英一路咁企喺走廊度，不停咁踱嚟踱去。毛小寧坐張凳度，對眼好急咁望實手術室嘅方向。手術室度玻璃門仲係關到實得實，睇唔清楚入面嘅情況嘅。呢個時候，陳米石亦都趕咗過嚟，加入埋等待嘅隊伍當中。佢好急咁，亦都喺走廊度踱嚟踱去。足足4個鐘，4個鐘頭，佢哋一路企喺手術室嘅門口外面等緊。小英個心默默咁喺度祈禱住，佢2隻手插喺褲袋度，因為好緊張，2隻手嘅手心都出晒汗。毛小寧從走廊嘅盡頭行到嚟走廊另外一邊嘅盡頭，點着一支煙喺度食緊。佢已經4個鐘頭冇飲過一啖水，而家個口好乾，於是佢整熄個煙頭，翻嚟病房，拎起台面上面嘅水杯。呢個水杯係龍頭灣別墅嘅嗰一隻雙層水杯，韓靜怡一路用緊呢一個噶。個杯底冇水係乾嘅，小英已經抹到乾乾淨淨。毛小寧禮手拎起嗰個杯，
然之後倒咗一杯熱水，砰一聲，個杯即刻炸開晒，一灘水跡順住台面嘅邊緣就流落嚟，流到喺地下。毛小寧一眼瞄過去，嗰啲水跡好似變幻成一塊陌生男人嘅面。弊啦！毛小寧即時好驚青，嗰個爛咗個杯亦都唔理啦，轉個身離開病房。陳米石佢依然喺走廊度行嚟行去，無所事事咁嘅樣。佢對眼一路夾實手術室嘅方向，好驚錯過咗一絲嘅消息啊！而喺手術室入面好忙碌，血壓器忽然之間提示韓正儀嘅血壓下降，心臟監視器顯示心率喺度衰竭緊，喺最後仲變成一條水平嘅直線添。劉院長拎起個手術器械，指住護士長張如南就話：張如南，密切注意血壓器同埋心臟監視器。知道啦，劉院長。張如南對眼好緊張咁夾實個顯示屏幕，時間好似好漫長咁，好似過咗成幾個世紀咁耐。經過1個鐘頭嘅全力搶救，韓正儀嘅心臟復跳已經宣告失敗。劉院長望見鮮紅嘅血液一路咁喺度流住，最後已經浸過晒韓正儀成個胸腔，最後就定格喺嗰度冇喐到。幾乎喺嗰一剎那，在場嘅冚唪唥嘅人都停止晒手頭上嘅動作，對眼一齊望向劉院長。劉院長成頭大汗，好大力咁嗌咗聲：電筒！嗱，劉院長。跟住尾，韓正儀嘅眼皮俾嗰個院長擘開，2道電筒嘅強光照射過嚟，即刻掃過佢2隻瞳孔，顯示散大蒼白，一絲嘅光都冇。韓正儀嘅生命就係咁大啦，已經回天無術，卒之喺手術台上面停止咗呼吸。阿彌陀佛！劉院長個心嘆咗呢一句，即刻將佢塊面歪埋另外一邊。成班人企喺嗰度，大家你望住我，我望住你。呢個時候，范薇賢行埋嚟，幫阿韓正儀將個心口嘅傷口縫合埋佢。啲血而家已經凝固晒，變成黑紫色。望住韓正儀條屍慢慢咁硬起身，在場冇一個人講嘢，大家嘅表情好複雜。韓正儀塊面係冚住噶，所以冇人可以見得到佢塊面。劉院長放低手術刀，揈咗下手，張如南即刻行過嚟接過手術刀。手術刀上面沾滿晒韓正儀嘅血，成地都係腥味。張如南拉埋一條白色嘅床單，由頭到腳鋪喺韓正儀嘅身體度，同佢冚埋。劉院長、范薇賢、楊明健、黃選林一人企喺一個位置，拿起嘅床單4個邊角，將佢嘅屍體移到手推車上面。趙葉平企喺前面，張如南企喺後面，一前一後咁將韓正儀推出去手術室嘅外面。當韓正儀條屍推出嚟嘅時候，小英係第一個撲過嚟嘅。毛小寧離遠咁望實，成個人都呆晒。淨係得陳米石望住韓正儀身上嗰塊白色嘅床單嘅時候，佢嘅眼角邊閃過咗一道好詭異嘅光。嗰道好詭異嘅光穿過韓正儀條屍骨，最後同劉院長嘅眼神不謀而合。呢一個眼神只能夠意會，唔可以言傳。而家呢一刻，韓正儀已經係一個徹底死咗嘅女人。
喺佢身後面留低咗千萬嘅遺產，令佢遺憾，令其他人流晒口水。好多傳說都係咁樣講嘅，話人喺臨死之前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一啲靈異嘅現象。記得萬王爺喺出車禍前3日有一個晚黑，韓正儀佢發過一個夢，夢見佢阿爺嚟到佢哋兩個嘅床邊。其實韓正儀嫁俾萬王爺嘅時候，佢阿爺已經死咗足足5年時間，佢根本都唔識佢嘅，更加唔知道佢阿爺究竟生咩樣。就喺嗰一晚，萬王爺嘅阿爺推開咗嗰道黑黑實實嘅門，個樣好猙獰，成副惡鬼咁嘅樣，行到嚟佢哋兩個嘅床邊，粒聲都唔出就伸出隻手過嚟捉佢哋。韓正儀驚過頭啊，成個人閃咗一下就冇俾佢捉到，但係萬王爺俾佢阿爺捉到啊！當時韓正儀即刻扎醒晒，但係扎醒之後，佢以為發咗噩夢啫，所以就冇諗咁深一層啦。點不知3日之後，萬王爺就俾車撞死咗啦。本集已播講完畢。一個女人離奇死亡，疑點重重，究竟隱藏嘅係陰謀，亦或係純屬意外？歡迎你多多留言，一齊嚟探討下。